空军官校的学生徐浩明用公费留学名义去美国空军官校读册，不过伊的妈妈和外妈去美国参加毕业典礼的时阵，三个人伫半路发生真严重的车祸，也因为这医疗费用爱真侪钱，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，家属状况稳定，会尽全力斗3工。也那科罗拉多台湾人急难救助会也发起募款，已经募到美金8万块，要帮助因渡过难关。 相片内面和妈妈外妈真欢喜咧做伙翕相，伊是空军官校的学生徐浩明，成绩是真好，得到美国空军官校每4当伫台湾选3个人去公费留学的名额，去美国留学4年，代表优秀毕业生去美国西点军校交流。今年毕业，妈妈和外妈特别去美国参加毕业典礼，所发生严重车祸，中国有性命危险，徐浩明本人是无安怎。现在主要就是因为医疗费的那个相当的 巨额。那现在好的消息就是说，他的妈妈跟外婆是相对的是稳定的。现在医疗费的筹获，我们正在帮忙募集。那我们会希望能够尽最大努力来协助他们。空军司令部讲，伫事发了后的第一时间，就派人去病院来关心，嘛慰问伫台湾的家属。目前正在问美国民航医疗专机的费用，针对保险赔是无够纳医疗费用。空军官校是设关钱的口罩，另外，一医疗专机转来了后，会帮助转移治疗。目前初估，逐工的医疗费是超过2万美金，但是徐浩明的家境恐惊是无法度负担，加上还未正式任官，家属无法度有眷属的待遇，军方嘛无法度用公费来纳。今晚有民团徛出来斗3工，愿意斗纳医疗专机的钱。我有特别的跟空军司令部讲，就是他如果说只要他的安全无虞，可以 透过医疗专机又后送回台湾的话，我说我们这边我们会来尽量来协助。科罗拉多台湾同乡会和科罗拉多台湾人紧急救助会是发起募款，目前已经有加起来超过8万美金的善款，希望结合外界的善心，让徐浩明一家伙仔顺利渡过难关，平安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